台南会展中心，是我们国贸局在我们台南投资的一个重大工程，经费大概有20亿。那其中最主要的展览馆，大概有3200平，它可以容纳我们这个标准的这个展示馆呢、展示场呢，大概有600个摊位，那也可以做一些活动的使用。那一共可以容纳大概有这个6000人，5000人到6000人。那除了这个展示空间以外呢，那我们这边也有这个开会的这个场所，设计的时候也有一些特色，它也重视我们台南的文化，所以它的外墙呢是红砖色的，因为我们的古迹很多都是红砖。那这个展馆的这个主梁呢，它的一个因为没有柱子，所以它是钢构，而且呢，它也注意到我们台南就是靠海边，那所以我们有昆生这种意象，所以它的这个主梁是鱼骨的这个意象。有一座全台湾最先进，那也是设备最好的一个会展中心，就在归仁。那归仁这里，在过去这几年来，那从中央到地方，都投入相当多的经费，来营造我们所谓的智慧绿能科学城这样子的一个愿景跟计划。那同时呢，最近我们的3井outlet一样坐落在归仁的高铁特定区这里，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归仁人在地的这些乡亲相当的有感，而且我们的就业机会也增加了可以说是对归仁在地的经济发展帮忙相当的多，也相当的大。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这个会展中心看起来就是一个现代的建筑，可是它具有很高的艺术的成分。然后它屋顶又是太阳能，又有这个绿能的绿色的建筑的这个意涵，所以是兼容把这个科技跟文化跟艺术结合在一起的建筑物。就像我们台南市是一个文化古都，可是也是一个科技新都，它也建构了许许多多这样子的一个意涵。那归仁沙仑这个地方是智慧绿能科技城，所以说它所绽放出来，它展现的这个气象不仅是交通便利，而且是科技上的许许多多的新的意涵，又有绿能的意义又是未来的5G、AIoT 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这个据点。因此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来到大台南会展中心，也期待透过这样的公共艺术的揭幕，能够让更多人喜欢上我们大台南会展中心。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4月7号礼拜4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孔庙商圈府中街20周年嘉庆活动，将在4月9号、10号登场。当天除了市集、街头艺术表演等精彩活动以外，更有商圈的消费节点。市长黄伟哲在宣传的记者会，邀请各地朋友做好防疫措施，来台南孔庙细细行行的。来到全台首合台南孔庙，看到充满古早味的建筑，搭配着现代团商，互人产生一种会当来回伫过去甲现代感觉。2022年府中嘉庆伫4月9号甲10号登场。台南市长会特别伫7号下晡伫永华市政中心来宣传，欢迎市民朋友会当趁活动期间做好防疫措施的前提之下，做伙来体验。孔庙周边不仅是文化古迹林立，而且事实上很多不管是星级的旅馆，或者是一些具有像过去先前我们才在这个在做的刑务所，虽然离孔庙商圈有一段距离，但是走路的范围、走路的时间都可以到。那更不用提到
孔庙是全台首学，全台湾的第一个学校是在我们台南，第一个大学在台南是哪里？是台南神学院。所以说，我想在充满人文气息的地方，我们孔庙商圈要来庆祝20岁。其实再过2年，台南市要庆祝400岁。但是我们很谢谢孔庙商圈的各位好朋友。其实中央好企业处来帮忙，孔庙商圈来做一些行销的活动。我们其实大家如果看看孔庙商圈进去，很多巷弄之间都有很多美食啦，有很多这个富有艺文气息的地方。这一点我们希望说市府跟商圈，我们都会努力来让这个商圈更有特色，而不只是一些商店的串联而已。商圈总共1年有4大节庆啊，第一个就是行春，财神爷发红包；第二就是这个府中节庆，它结合我们府中街刺桐花开的时候，我们才做节庆活动。这个就是刺桐花，有的可能都不晓得刺桐花是长什么样，因为它的花期很短，它在3月底或4月初才会开花。那我们这个刺桐花开的时候，就是1年又到了，会请市长来我们孔庙商圈切蛋糕庆祝我们的生日。我们到时4月9号、10号有请那个结合我们周边的学校，忠孝国中，还有进学，还有中山国中，还有忠义国小来做表演，来做开场。府中街20周年的节庆拄好结合着刺桐树花的开花季，活动的同港除了假日的市集以外，也有各中各小，包括着街头艺人的精彩表演。上港推出的1点活动，今晚2点就当参加上港好礼抽奖，包括店家商品的兑换券、上港纪念金奖，也有特别设计地图手巾，拢会当等候大家来领取。台南新闻由品言采访报道。响应4月22第9日，台南市环保局4月17号将伫基美博物馆的盖亚广场举办野餐的活动，而且是用无痕野餐的方式，也就是参加的民众袂当使用一概用了就淡的餐具，同时爱将用过物件甲粪扫炸走，来去无留分裂，莫造成环境负担。投资我们的星球无痕野餐日活动将伫咧17日上午9点开始，伫咧基美博物馆盖亚广场举办。现场将会展示各种以回收物制造而成的帐篷，打造具有环保概念的野餐风格，响应422第9日永续发展的目标。4月17号在奇美的这个博物馆的盖亚广场里面要举行的这个无痕野餐日的暖身等一下可能好像也有要制作好吃的东西，然后我们看现场的布置都是那种网红会拍摄的小朋友也是小网红，所以我们如果参加活动的时候可以上传照片，听说还可以拿到那个野餐日的优惠还会有优惠环保局也呼吁参加民众莫使用一次性的餐具，并随手炸走家己的物件以及粪扫等等，以行动来爱护地球。现在很多民众习惯性用免洗筷或是免洗餐具那这些呢，事实上都留下这些垃圾。我们希望呢，尽量不要使用塑胶制品，同时呢，绝对不要用一次性的，包括免洗碗、免洗筷、汤匙等等。同时呢，我们以这个野餐来讲，你去野餐之后呢，你吃的用的，希望呢，你来的时候本来就是干净的草地，离开的时候呢，把你这些垃圾也好，或是吃剩的东西也好，能够呢带回去。除了4月17日在基美博物馆的无痕野餐日活动，环保局23日在咧长青阁有举办拍卖会以及环教列车等活动，同款嘛是非常适合全家大小做伙来。4月16号，我们在黄金海岸有一个净滩加写生的活动。4月23号，我们长青阁拍卖，同时呢举办环教列车，那有2列环教列车，其中1列到尖山皮，另外1列呢在台江国家公园绿色隧道。那我欢迎我们的所有的市民朋友呢，一起来参加我们这一系列422地球日的相关的活动。
17日东港伫咧无痕野餐日活动现场，毛邀请台南知名乐团 Lazy 乐团、快乐先生魔术小丑表演、Happy 姐姐绘本导读，以及比尔街头演奏会。另外，嘛有规划亲子市集等等，活动内容非常的精彩。台南市环保局欢迎市民大众踊跃报名参加。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中嘉宽屏举办媒体试读宣导活动，请入各区里、甲社区的长辈来分享安怎分辨真的甲假的消息。4月份的场次，宣导团队前往台南市东区复兴里，同时结合台南市立病院，透过轻松趣味的方式，让长辈更加容易了解什么是媒体试读。是在比中指没有错，但是转过来看，所以我们下个标题之后转过来看，它其实换一个角度看，它不是在比中指了。没错，看事情不能只用一种角度就断定真假好坏。同样的，对于媒体所传递的消息，也同样要停、看、听。尤其现在各种社群软体普及，许多假消息更容易被有意无意散播了出去。为提升社会大众媒体识读素养，中嘉宽屏办理多场宣导活动。这次的活动更结合了台南市立医院，一起向社区民众宣导媒体识读。这一次我们结合中嘉集团来办理这样一个媒体识读的讲座相信对于我们的市民也好，或者我们这些社区志工也好，就多了一项武器多了一项技能，能够分辨这些真假新闻。那相信对民众的健康也好，或者是身心灵等方面的议题，乃至很多生活方面的问题我相信都会有一定的判断力。是的，接收任何消息还是要保有自我判断力，让谣言止于智者。另外，宣导团队也整理出查核8步，让民众轻松远离假消息。上这个课程感觉讲加不足是真济，因为咱一寡咱普通咱袂去个想到的代志啦像咱袂去查证的，咱来看是拢看较表面的尔，但是上这个课的时候，咱来看，佮看较深一层迄种的感觉，有这种心得阮的志工来这个中嘉集团这个媒体安尼大家会增加阮的知识所以阮会转去会甲一寡长者，阮会出去访视的时阵，会时选甲阮的长者讲你若拄着什么代志，唔通一困倒下，一定爱来甲阮这志工，还是甲阮总干事大家去询问这个问题真假。中嘉的电视台在这甲阮访问伊这就是要互这老大人会当去互这个骗子的预防被他们欺骗了这是我们所老人家所需要知道的问题。除了查核8步，宣导团队也教导民众可以透过 LINE 讯息查证、MyGoPen、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真的假的以及趋势科技防诈达人等 App 软体，也都能查证讯息的真伪。中嘉宽屏也欢迎对媒体识读课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向双子星3冠网有线电视免费报名。媒体识读赞。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台南大运动百货每档拢会举办公益点灯活动，今年已经第13档。为了鼓励学童将参与的过程记录落来，佮特别举办作文以及画图的比赛。经过评审的结果，佮选出前3名，举办颁奖典礼来表扬。台南大运动百货伫去年12月邀请台南12间偏乡的学童做伙参加圣诞公益的点灯活动，为了鼓励学童将参与的过程记录落来，期间佮举办作文加画图的比赛。并分别选出前3名，7号下午伫台南大运动百货举行颁奖表扬。台南大联百长期致力于公益活动，那我们每一年办了非常多的公益活动，尤其是每一年的耶诞点灯分享爱的活动，是我们年度最盛大的一个活动。那我们在这个活动里面，我们会邀请到台南市偏乡的一些国小的小朋友到台南市来
参加我们的点灯活动。除了点灯以外，我们白天也会安排他们去做一些参访的活动，还有一些 DIY 的教学所以我们很感谢一些一起参加我们这个分享爱的一些公益团体跟我们让我们的活动更圆满。那我们这个活动不仅让小朋友留下非常多美好的回忆，那我们也借由这样的征文以及绘画的比赛让小朋友把这美好回忆留在心里。那我们也希望说，在他心里能够有一个分享爱的种子，能够慢慢的发芽。等到他长大之后呢，能够把这个分享爱的部分继续分享出去。得奖的学童有7个，北门加文山国小，下午伫家长加学校老师、校长的陪同，做伙领奖。每一位小朋友嘛分享家己画作的过程。大圆柏送我们鞋子。还有画什么？点灯活动。点灯活动。你大概画多久？画4节课吧。4节课，1天就完成了？没有，2次美劳课。2次的美劳课。画了圣诞老人、圣诞树，还有大圆柏和礼物。还有礼物。你大概画了多久的时间？2个小时。2个小时就画完了。你有用了什么样的材料？用水彩吗？还是彩色笔？水彩，还有铅笔。得奖的前3名除了分别得到1500到500块的商品礼券，另外还有奖状。主办单位表示，公益的活动除了会持续举办，另外嘛希望吸引更多社会大众共同来参与。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台南市一位60岁男子，因为阿嬷棍正平明显肿一丸，伫咧吞物件时阵感觉卡卡，甚至困的时阵感觉有地着的感觉。经过诊断，发现是良性的甲状腺结节，后来利用门诊甲状腺结节射频消融的手术，才得到改善。基美医学中心新陈代谢科的医师叶美辰表示，甲状腺结节通常是无啥物症状，但如果增加真明显，而且影响到吞咽甲困眠，一般建议来开刀切除。但一般的传统甲状腺切除必须要全身麻醉，不但风险大，而且工序嘛大。现在透过甲状腺结节射频消融术，无需要全身麻醉，就用在门诊的手术来进行。结节的话，它如果大小没有很大的话，我们通常不见得会有一些症状。那但是它如果慢慢大起来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压迫的症状，然后吞东西可能会有一些吞咽困难啊，然后或是更严重一点，可能就是会有压迫到食道、你的呼吸道，会影响你的一些症状，有压迫的症状这样子。那么以往的话，就是说可以用观察的方式，或是如果他真的觉得这些压迫的症状会造成困扰的话，那我们就是会建议病人去做一个开刀。那么开刀的话，就是说病人就是会必须要住院，然后开刀过程中是要插管的，然后要做一个全身麻醉。那甚至那当然因为有开刀，所以就是会留下一个疤痕的状态。那就是现在有新型的消融微创手术的话，那这个好处就是说，它可以在门诊做一个手术的处理。那它是一个局部麻醉，那伤口的话就是大概0.2公分左右。那如果它恢复的不错的话，久了以后它就甚至没有疤痕这样子。基美医学中心对2020年引进甲状腺结节射频消融手术，是一种低侵袭性，唔免全身麻醉，经由超音波的导引，将电极针放入去甲状腺的结节内面，借由交流电来释放，让局部的组织产生凝固性的坏死，进一步让甲状腺的结节来缩小。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因为高龄化，台南市有真侪社区积极推广乐龄学习的课程，其中将军区的老人福利协进会，则特别开办减脂的课程，训练长辈动手佮动脑，透过镜头做伙来看因展现出什么款的成果。高龄化的社会中，愈来愈侪人重视乐龄教育的重要性。配合来到将军区民老人文康活动中心，馆内展出的是社区长辈利用乐龄课程所学创作出来的家作艺术作品。
透过加载的方式，会当互长辈发挥无限的想象空间，互因会当尽情创作。这是我们110年我们的乐龄课程所设计的课程呐。那这只是这个老虎哈，它这个只是一个部分呐。我们还有做另类建筑师啊，那时候我们也有展出1个多月啊，那就把它撤下来换这个，因为我们的指导老师就想说，我们今年度是虎年，那就是应景，就是剪这个老虎的作品哈。目前对，目前我们就是一直在这边展出。那民众是不是随时都可以，只要是他图书馆有开馆，他礼拜一是休馆啊，那其他时候都可以。将军国小的校长陈雅娟表示，非常的支持不断来举办安尼乐龄学习课程，让长辈会当透过政府佮地方的相关资源。行到外口甲人互动，嘛透过加载的艺术课程，同时可以当训练到手佮目睭的协调性。乐龄其实顾名思义，就让长辈是快乐学习，忘记年龄。那我觉得乐龄学习中心的推广对社区的长辈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他们在人生的上半部呢，为家庭、为孩子努力打拼了这么久。那在人生的下半场的话呢，有政府可以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资源、场地，然后呢，让他们能够来这边学习、成长，而且呢，有伴。可以让他们更能够走出家庭，然后心灵呢得到提升，同时呢也更有成就感。展览中老长辈因嘛拢欢喜的咧互相欣赏同乐因所创作出来的作品，嘛对活动中会当感受到因对于乐龄课程的热爱。伫作品中嘛完全看得出大家拢爱保持着一个热爱学习的心。咱若伫咧厝，敢觉有啥物想讲啊，哪会无安尼？敢若足迄落啊吼，足无聊的。啊来遮吼，你教这就敢若变成敢若吼心情足轻松啊，足热的，一直要教，一直要找看有啥物图通好教无安尼。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为了缩短电脑断层检查的时间，减少辐射剂量，并且让病灶清清楚楚的呈现，基美学中心开要上月引进1152侧面的高阶电脑断层，而且伫个3个院区全部拢做伙升级。随着现代人生活紧张无闲，饮食习惯甲环境的改变，互心血管等疾病愈来愈普遍。为了提升医生伫临床顶面的影像判断，不管提升效率、精准度，或者是大大降低辐射量，基美医学中心开要上月，率先南台湾引进1152侧面的电脑断层，伫3院区同步升级，希望造福更较侪民众。目前在市场上是最顶级的，那它因为这个速度很快。所以这个辐射剂量也可以降得很低。譬如我们做一个低剂量的肺部扫描的话呢，大概是只有0.1个这个毫西弗哦，算起来大概就是5张的 X 光的量了。所以这个速度相当快，辐射量可以降得很低。那这个对这个肺癌的筛检，或者是冠状动脉的筛检呢，都是一个相当好的仪器哈，可以降低这个病人的辐射。那因为速度快呢，这个心跳也不用控制得太慢，就可以直接做。所以这个是在诊断上现在是最顶级的。所以它最适合用在所谓心脏的影像的检查。不过它用在其他的部位的造影也是非常合适的基本上它是一个全身型的心脏全身型的电脑断层摄影。那心脏是最困难检查的部分，那这一台就有它充分的优点。所以我们不仅可以降低辐射剂量，也可以降低显影剂使用的剂量。那大家知道显影剂有时候是有可能会伤害病人的肾脏，也有过敏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降低这些使用的话，对病人的检查的安全是一个非常大的提升的哈。那所以在南部地区这个是唯一的一部设备。科技不断进步，检查仪器伫影像判断的效率甲准度嘛愈来愈提升。
病院无少动资，特别对着民众早期细感的筛检是真大福音。台南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4月7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泉，咱再会。